如果你睇過我呢兩條片，都知我唔係特登冇原因放呢兩條片嚟串呢啲特登入陽光群島搞事啲白卡。冇錯，今日嘅片係講呢3位白卡點解人見人憎。首先 Tankadunavas， 我先唔理佢有冇驗證年齡搞到佢玩嗰陣冇講過嘢，不過佢成日猛咁一賽就即刻用部叻，11.3米砸其他人部車，好似冇後悔咁滯，日計夜，夜計日咁鏟自己部車落其他人部車度，毫無飛馳咁款。仲有本人有一次特登熄鬼咗個碰撞系統，結果佢就平鳩咗我。究竟你有病定係硬狗？你有 Locax 就大碾晒啊！第二位就係 Quaffalcohouse Arcachange Jokerson， 呢位仁兄同我之前提及嗰位冇乜分別，因為佢基本上係 Tankadunavas， 但係更煩版本。基本上佢俾我投票踢出嗰一次之後，已經不停憎我，見我即平，同埋不斷講廢話。事實上我之後發現佢哋兩個係朋友，唔怪得佢哋兩個嘅行為都咁撞鳩啦。最後就係不得不提秋名遠播嘅 K9 FGH3XNL Arcavigalium 09441，呢位仆街每日喺陽光群島入面不斷加入大型伺服器，濫用火箭速度通行證，攔腰炒落其他做緊每日挑戰玩家部車度，搞到其他人貼住，搞到佢哋要重新報車或者報貼佢。之後呢位仁兄不斷話自己進展取得重大勝利，但係佢得到嘅進展係塞自己時間嘅進展。仲有佢不斷提及自己有女朋友，你咁淺格嘅人值得有女朋友咩？仲有即使你有都好，我一定估你個女朋友肯定係虛幻，因為唔值得。此外，你喺酒吧返工做站長好練威水咩？公司出咗薪水俾你，你即刻喺度胡亂劈鳩人，有冇離譜啲？再者，你自己搞事先，不過要我哋Discord啲人同你道歉，有冇離譜啲？你當個世界圍住自己轉，呢個時候你而家知我對佢嘅仇恨有幾大，同我對佢點諗？梗係老實講，陽光群島嘅措施真心唔夠，建議燒賣地平晒呢類人。話時話，嗰位白卡最近搞乜鳩？Are you